九月台，高伟无人惊，无人惊，我感觉真好啊，袂歹啊，袂歹啊，大家你嘛我要猜高伟台，无人惊，无人惊。好来，老师伊讲安尼对唔对？差一出啦。哎呦，机会来啊！这有要做，后来你讲起的，高伟胎，无人知。安尼正确啦。咱俗语吼有真济拢是有斗句押韵的啦吼。是啊，所以你甲看吼，伊这胎甲知是押韵的啦。是啊，这个九月胎无人知是讲旧历的9月，咱这是一般俗语拢讲旧历啦吼。旧历的9月已经伫要寒天啊吼，风台真少啊。但是万一若风台来，嘛是爱注意。啊，毋过咱多数人拢袂去想讲9月过会出风台，所以9月若风台要来，大家拢唔知。吼，就是讲无人会去准备啦。啊，这就甲咱讲天气变化，有时咱爱去斟酌。哦，唔通风台要来，佫唔知啊。